讲到欠水，这是华视独家的观察。水情继续咧倒红灯，毋若伫南部即马苗栗明德水库，伊水量嘛只剩一成外，敢若会使挡20天尔。咱记者呢，阮的记者直接去甲水库行一转，发现讲本来有水的所在，即马拢发臭啊，有的甚至头有半人悬。另外，本来沉伫水库底这沙土，佫出现短暂甲水墙的景观。本来沉伫水库底的沙土变成一个断站，断站顶佫出现一个水墙，甲进前搭起断站比较起来，袂输是新奇景观。中央苗栗地区用做明德水库，目前的水量敢若剩10.7%，估计我都佫挡20天尔。时到出水口就会出现大水位，也就是我都出着原水，来到水库底，你看这土拢打甲闭起啊。草啊发差不多有半个人悬，本来伫水上的山板啊，煞变成名副其实的陆上行舟，佫会使看到打起的流背孔。永和山水库的脱水量嘛只剩12.2%，本来伫水底脱的公庙嘛拢看现。各种奇形怪状打起的叉壳，袂输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不晓得它低到最低是低到多少啊？曾经有一次干掉，我还下去用走到那个水门那个。另外，大新地的水情同款真暗，宝山水库的脱水量只剩2.9%，过24天就见底啊。附近的宝石水库嘛只剩12.5%的水量，水库底这砖仔壁拢是民国70年水库动工前留落来人家厝，出现这个画面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。三家宝二水库的蓄存量总共剩下大概500万吨左右。水利署实施人工造雨，并且积极测试海水淡化机组，伊嘛讲欠水危机会使赶紧小心。